家好，又係我 Jefferson， 今日就開呢架67L 富豪 V8L 去葵芳站。睇嚟呢排咧都開咗好多富豪 V8L 啦，又有復古版嗰個啦，又有電動迷你巴士嗰個啦，有興趣咧就可以睇啦。咁今次就係正常嘅富豪 V8L， 都係12米環保巴士啊。只不過上次係喐得 Q 版嘅 V8L 巴士啊。如果想睇就可以睇噶啦。如果想知發生咗咩事咧，都可以照睇，因為咧發生咗啲你會諗唔到嘅事。咁我哋事開年前咧就即刻開呢架車啦，冇膠紙嘅。哇！呢架完全一架小大車，佢就話1:120嘅模型，咁應該啱㗎啦。我唔好睇開呢個車咧，哇，好滑，啱啱新開出嚟。咁係一架好正規嘅模型富豪 V8L 67。富豪 V8L 就邊度寫咗？好似冇介紹過富豪 B9TL。下次話一日可能介紹一架富豪 B9TL 先。咁今日就講呢架富豪 V8L 啦。哇，仔得真好啊！呢倒後鏡得。好，咁係啦，今集去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。同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下次再見，拜拜！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下次再見，拜拜！